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嘅研究第40，主题係慈悲嘅後生嘅，同理解嘅水鬼嘅，亦四隻篇課文一詩一語對照錄音第37篇，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白話語文。乜講到白話語文？就是本土語文，大家都會知道，個語言的東西啊，真奇怪，真奧妙。不同族群與不同地方的人啊，都有不同的語言，有語同文一個問題。當前嘅呢客家一個語同文啊，相當的加強。提高一個語同文嘅配合同運用，安尼嗬，安尼我哋客家嘅文化水準真有辦法，有高深嘅提升，安尼。好嚟，嘅開始來講一個基本嘅研究嘅課題，慈悲嘅後生嘅，乜嘢係慈悲呢？慈就是自家想愛嘅東西。也愛使得他人家得到，自家放起來，也希望他人家放起來。悲呢就灰心，自家唔愛嘅東西，冇送俾他人家。一個自家認為講有好嘅東西啊，也唔好嚟推送俾他人家嚟做成承當。理解呢，就是那個同樣嘅心情啊，心同身受，其中自家有共同嘅尊重嘅自家係安尼，用道理嚟做個解釋安尼嚇，所以講係一個理解同慈悲啊，非常嘅重要喎嚇，所以我哋做人做事啊，善於應用慈悲以及理解一樣嘅，嚟咁樣課文開始。一個課文呢，就是講啊，在課文嘅60嚇，眉心呢有3條歌嘅，客歌嘅、河洛歌嘅、國語歌嘅，來對嚟這個互相嘅比較與欣賞，共同嚟研究嚟進步安尼嚇。後來我哋來看第40，戲中人有阿欽伯，一個主角。係完整阿竹嘅阿竹，安尼嗬，竹頭嘅竹，容易讀竹。水鬼嘅同太傻嘅5個人旁拍，內邊人相信有聽過水鬼嘅變上皇爺嘅故事，唔過佢叫冇聽人講，強強唔記得咧。話講頭擺，在屏東縣果樹鄉嘅東鎮村啊，一下子老莊有一個後生嘅，名安多完整，在屋度裏邊尺嘅5名嘅，聽到阿欽伯在和堂幾隻嘅聲音喊論。行過來，阿欽伯就講：完整，完整，就將手邊嘅工作停下來。啲咧係上片阿欽伯來了，阿欽伯，入來坐。完整講啊，做乜嘅按摩下咯？阿欽伯就講啊，天時暗，將怕會落太陽，捱夜來嘅雜技啊擔環山呢，閒在環山樹下，拜託夾天數降歸來好冇？降入來好冇？完整就講哦，好啦，我馬上去。阿欽伯就講，家徒
爱先行我，急急来，反正言下下，完整个就讲啊，好啦，澎湃，完整嘅身材，上来相当高态，但係家中環境改快，個所以講改快，都同時呢，意思係講啊改窮苦嘅意思，而做人做事老實實忙有熱心，連啥有事情可以做，只要喊一聲冇天意計劃，緊就來幫忙做，可以講就講啊，和尚和下對人家也該和睦。二是頭做事，暗部頭約嘅來補貼生活個人，由於暗部喊阿金伯嘅來嘅，阿就窮下去羅莊視片嘅睇唔同，用名嘅來約嘅，阿就講我完整，實在厲害。名嘅編輯到按好些，係咪人教嘅啊？教嘅喏，完整就講二十人教，將球名嘅爛血咧拿來學部，來拿來研究出乜嘢呀？啊，就講啊，但係我怎樣嘅看？唔會，就係唔會。或者講唔係靠嘅行頭，嘅行頭路來食飯呢？怪唔得唔學唔會，怪唔得唔學唔會。啊，就講啊，也都係心智所長，反正唔點啊，反正就講啊，啊，娘誒，有乜嘅事啊？有乜嘅事啊？就講啊，外電將唔名嘅變落唔同道理，變嘅歸暗部嘅，為盡點名呢？愛數唔名嘅嘢嘛，反正講啊，差唔多嘅時間差唔多嘅，就講。外來寬水桶，唔知約有一道米唔嘅呀，拉咩為什麼？好來，請看第三、第20，一個其中人相同唔嘅人，就如果講啊，外來寬水桶。唔知有一道米唔嘅呀，那咩為什麼？就個社會意思啦。反正講整批人數典呢，下去唔同數名嘅，名唔全數起來，我那位地有一道米呢，就講啊，水桶邊身邊，可以聽數冇？反正我看一片，看幾片，就講好啊，安聰啊，娘冇把名嘅，奇怪冇把名嘅，有娘會安聰。可以聽一下，反正講我一個唔名嘅落水當然會過重啊，有乜嘅好奇怪嘅，就是講也未哦，來句，原本嘅實在冇名到把名嘅。反正講天公安部，人再過來，就講好，來句，
澎湃。第2日、第3日暗晡，完整那5名的阿族开水桶，本本来到罗庄西片的太五堂，夜明夜五的，最後還是同以前一樣，開恁空空的水桶的鬼屋卡，阿族火氣佢戳嘅，向阿正講，反正愛同講，個太五堂根本就冇嘅啊，反正講有啦，阿族講有在哪呀？讓爺爺2、3暗晡都冇嘢到半暝，天公暗晡嗌唔來嘢喲。反正講好啦，澎湃。第4暗晡係15日，越講鬼講，唔是天父就看呢鬼人多，由於連續幾日暗晡都係空手鬼屋卡，阿祖來夜5嘅心情也係被打落嘅，只有完整還有耐心，照樣再去來到太五堂，當伊將5名嘅夜下水嘅時間，水肚裡冇掉冇啲，三走出一個人出來同伊講話，一個就係水鬼嘅，後生啊，我頂出嚟夜幾日暗晡，都係夜唔到5個係嘛？好，一個就再看第40、第50、第30，一個水鬼講啊，後生啊，我頂出嚟夜幾日暗晡，都係夜冇到5個係嘛？反正講5樣啲咯，5樣啲啊，水鬼就講當然啲哦。也係我嘅地盤咯呢，反正講讓嘅講係我嘅地盤，水鬼就講啊，在也蔬菜係我種乾呢，所以講係我嘅地盤，反正講家我問，也都我就到那些嘢咯，做乜嘅？我也唔到5個啊，水鬼就講，佢係本來腳走嘅，夜嘅時間就本來腳走嘅，反正講唔做乜嘅同佢腳走咯，水鬼就講唔來夜明嘅，事先冇同我講一遍，也冇同我講一聲。我當然愛來將5個來腳走啊，反正講怪唔得我夜唔到5個，水鬼也有講啊，後生啊，有想愛夜改到5個冇，反正講當然啦，水鬼有講我都幾多回事，咁去準備食的東西啦。我同腳嘅本6名，好嘛？反正講簡單，我屋家飯菜偏偏，我過來去拿，過來去看，水鬼也就講好，夾家我。夾家有，我定，我吹一定，反正講好，半點鐘呢，都盡啦，我會都盡啦，澎湃，反正鬼屋卡哪位
实类东西，倒转来倒睇唔同，像水鬼嘅说，依照约束，水鬼嘅端正就对西片，将五嘅脚到东片来分，也嘅完整，后生嘅来耶。当一位后生嘅上面嘅艺术，确实系有样啊，满面都系太美有皮嘅，连续几下暗部都系野毒，满布台嘅，风俗比论嘅贵物卡，心到底唔得也欢喜嘅。经过几下礼拜，当完整爱归时，水鬼也有同完整讲，水鬼也讲咯，后生啊，后生啊，我落水到度里脚嘅，难道为是唔应该看照本爱连马咧？完整讲啊，哦。坏事哦，坏事哦！挨啥冇想到，唔吹呀一定挨鬼来喜欢，澎湃，完整同水鬼相处到改好，也就变成了好朋友。安尼，两沙交往嘅一段时间，交往嘅一段时间以后，有日水鬼就对一位后生嘅完整讲，后生啊，后生啊，我同讲，唔天出咗唔得同别人讲我，完整讲啊，唔爱讲骂嘅啊，水鬼就讲啊，我信到，我出世嘅机会来嘅，完整讲骂嘅出世嘅机会咯。马嘅出世嘅机会咯，好，再来看第40，完整就在这么咯，出世嘅机会，天公人当初我有一个夫人家，为开论割和点心对呀嚟個，完整要講哦，經過有乜樣嘅咯？水鬼就講，以腳趾踢咧，會跌倒，彎倒，彎啊踢唔同邊。完整講，彎倒就空起來嘛，彎倒就空來咩？水鬼講唔過，開嘢就出，會風槍槍，所開嘢就出會風槍槍。完整就講啊，嗰個無謂人就冇好事咧，嗰無謂人就冇好事咧。水鬼就講錯冇唔得，你係夫人家就冇辦法同個無謂條家嚟做交代，一個吹風槍槍，甲養甲殺啊！真緊的哦，家丑保死無上。完整講，國無謂人就無好事咧，吹風槍槍嘅，水鬼就講啊，錯，一啲夫人家就冇辦法同國無謂條家嚟做交代。完整講啊，家養甲殺。真嘅呢哦，家丑保死無生嘅，水鬼講安尼，我就可以尋到胎神來轉世出世嘅。完整講嚇，水鬼就講啊，也係秘密咯，唔絕對做唔得講出去。完整講哦，唔過，講唔出來。水鬼就講啊，冇乜嘅唔過嘅啦，
以后我就无办法同脚嘅嘢哦，再見。反正講看到水鬼嘅做位，愛見愛，水鬼嘅都講啊，唔是愛啦，係計交代嘅事，總得講出去哦。講係超小事咧，一下就小事係咧。反正講，喂，真係一下喂，就冇看到鬼樣，更加讓解實啦。天公下主，有啲婦人家會出嘢掠無命，水鬼嘅話。到底係真呢，也係假嘅？先歸落去，人來打算，恐怕完整為到不卡。經常水鬼嘅講嘅嘅道話，有千交代萬交代，冚係唔好將秘密泄露出去。真係進退庭3難，都會天嘅下注，完整半信半疑來到太唔堂，殺頭錯人，此看啊，不叫個人有嘅婦人家，開能一擔點錢行過來，有樣腳趾踢到。網絡去，將菜南肚裏嘅點心風槍槍，婦人家鬼傷心，向太唔同行過去，踏兩腳踏入水肚裏，完整嘅時間，緊喊出聲，太傻，危險嘛！唔做唔得，掉落唔同到底去哦。睇咗就講啊，請本人一向分享嘅，就像分享一樣，忽然講聲叫出來，啊你見叫，一啖就出本藝風槍槍，我本藝嘅頭家嚟馬死啦。完整就講太錯，唔莫傷心。本頭家媽個人無命啊！睇咗個唔用啲捱背來自殺。完整就講啊，微不先地哩，睇咗就講神夢好彩喊捱分享。救我一命，完全就講太錯，唔限係趕緊跪去準備點心。咁麼我本頭家馬死哦，太錯講神夢唔救命之恩，完全講以後愛生意，後來再看下一節。一個慶日，當然比後生嘅有來到唔同嘅時節，佢水鬼嘅一見嘅面，上到初暗部，佢轉世出世嘅機會，本兩位後生嘅破開了以後，心中火氣太錯。相愛係數大兩位後生嘅，唔變過意。嗰時節，水鬼嘅看到兩位後生嘅樹洞男人命嘅，從頭到尾都係唔將命嘅變下啦。水鬼嘅一生人啊，最驚命嘅。所以又唔敢行檢，安尼就討厭咧，
归暗部诶，最后水鬼诶火气也随落下来。两者在讲话，归为作为好朋友，目的来计较，继续共下合作做大诶野苗诶嘅事情。有一日，又在共下饮酒讲笑谈诶中间，几位水鬼诶又扑弯起一位后生诶嘅鏡頭，同時特意又偷偷話同後生誒講，水鬼就講我後生誒，上拜唔開眼是係出世嘅機會，下拜機會有來嘅，無論如何，絕對做唔得同誒表上出戲嘅哦。完整就講啊，乜嘅機會有來嘢咯，來嘢呀！水鬼就講啊，突然天空當中有一群生人呢，為了也唔同道理，寫生呢游泳、游水。完整講生人呢，為了游水喲，水鬼就講這時節，我就會來拖一隻小魚來沖水。反正講，生意呢沖水，就會死下咧。水鬼就講啊，一死下，我就做得準時出世嘅。反正都，安呢，用做得啦，假模，我永遠都會出現做水鬼嘅喲，唔咩辦法吧？反正講原來唔都係愛作推死鬼喲，水鬼就講啊，禮拜絕對做唔得，再同我在表上出戲嘅喲。完全又唔做回答講，我安尼，水鬼講後生啊，再見，一個話一講啊，又唔見起嚟，咁澎湃。完全心想，水鬼講嘅係正經嘅話，既然有安尼嘅事情會發生，我係叫人危險。後生嘅跪到屋下，將水鬼所講嘅話一五一十向全場嘅人講，並禁止世人呢去唔同道理寫生呢游泳。結果這位水鬼又是黑嚟兩次準時出世嘅機會，但係也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呢位後生啊，而也為人討得，讓為按慈悲，所以聽日當了位後生啊，又來到唔同時，水鬼再也冇發出任何壞脾氣來罵一位後生啊。相反過來，相當尊敬呢，向一位後生嚟講，後生啊，我是喺嚟兩次準時出世嘅機會，快些啦，反正就講快些啦，愛啲救人一命，出千金呢。救人一命係出千金呢，水鬼就講啊，都係因為忠厚慈悲，有忠厚慈悲之心，害我冇辦法準時出世。反正講啊，假如將我作來推理所呢，
將愛作為推理算呢，所以佢講，有安尼嘅心，係非常謙卑，嘅忠厚慈悲心，唔同唔計較嘅，反正講啊，請唔原諒愛嘛，請唔原諒愛嘛，所以佢嘅天天蛋糕，抵得嚟一件事情。也係非常感動，嘅忠厚慈悲心，所以有關愛嘅轉世出世嘅事情，我也唔是在嚟傷腦筋憂愁嘅。反正講啊，讓我講，所以佢就講，只要期限一到，天天自有安排。反正講啊，嗰度。恭喜我澎湃，都係最後有樣，兩位水鬼爺嘅期限也到，自然轉世投胎出世，兩位後生嘅忠厚慈悲表現，也本天天感動，天天也係本意得到。變成菩薩的，以上呢嘅故事就講到呀，不管是真是假，相信大家都有一個慈悲之心，也做人也要有一個理解嘅心，安尼哈，一個課文地度裡有一腔有一個110嘅自己嘅注解同注音同解釋，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研究一下。尤其本文之中頭度所講嘅啊、哦、呀、耶嘅咧、耶嘅也人都得事啊，都有啊嚟講啊，是都有哇啦呀嘛那亞甲巴嘅鹽啊。一個在世呢，也有天書上嘅為了也咩呢嘅白嘅鹽啊啦嚇，也其中啊同我是細字，乜個呢細字呢就義工所談嘅呀，一個細字，一個鹽咩呢嘅實體字啊，一個唔係細字，所以講啊，義同文啊。文是實體，一看呢有兩種啦，一個是虛字，一個是實體字。實體字關於講嘅是呢，望文生義，望文生義安尼啊嚇，所以好請大家有閒來欣賞嘅18條歌嘅，幾神奇嚇。同時一個文章嘅底下有一個連音詩，嚇，體則是這個啊嚟講啊是，比如講哇了呢 L 啦，E 呢呀 ，M 呢嘛 ，N 呢呢 ，NG 呢個歌呢是個嚇，按個B 呢就波B 嚇，就。A 嚟講係實為了也咩呢？嘅白嘅鹽，但那個郭樹強一個其他地方啊，也幾少有一個那個單音字，支持是郭樹研究本來支持是，所以以某一個啊、O 一個單音字安尼嚇。以上感謝大家，希望大家。向下嚟研究客家語文，謝謝，再見。希望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